技術突破，以 The Loose Lock 重塑經典，展現沙啞喉音與爆發力交織的獨特聲線。強混聲轉換與長音處理彰顯專業功底，動態鋪陳與精準節奏掌控賦予歌曲新生命。情感共鳴，通過肢體語言與燈光設計強化舞台敘事，將暗夜尋光內核具象化。獲林子祥公開邀約合作及評委接近滿分評價，周國峰僅扣1分。單日視頻點擊破30萬，網民讚冠軍賞優勢與隱憂。技術全面，3度海豚音，跨3度音域與3次 MVP 的穩定性成核心競爭力，但需警惕過度炫技弱化情感深度。建議融入民族元素或個敘事性曲目拓寬風格。未來預測搭檔林志樂挑戰輕歌劇或衝擊滿分。當前奪冠支持率超60%，若保持穩定有望問鼎。賽後發展可聚焦唱片簽約與 OST 領域，憑借絲絨音色及戲劇張力惡成樂壇新勢力。關鍵策略平衡技巧與共情，以選曲多樣性突破審美疲勞風險。